各位下载后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珠。到龙潭也特别游戏阿爸，佢係用用貨櫃屋作為一間披薩店，行個開起照顧3個成人嘅節宴咯。佢咪用入當歸嘅水果，行個客家糍粑到披薩地度變成新風味哦。另外啊，日本人按照搶食審美嘅都係乜嘅咯？要做得變化出乜嘅相應嘅料理呢？今日就睇你民族，叫下來去龍潭，你品嘗特別風味嘅披薩，還有又脆又好食嘅龍角頭料理哦。來臨。龍潭區因為市中心以後太皮塘爭安名嘅，潭水店清，湖面金色色嘅，天天繁華路新鋪行店，兩片青幽幽嘅樹蔭下。本人開向理解，來到那個一條嘅街路，茶道鬧熱，人來人往，又係那個一種情景咯。唔過傳說度嘅搶食審美到底係乜嘅呢？先唔諗唔講，嚟下就嚟農場尋宋太哥。哇！我老宋太哥啊，出去約到也特別哦，看到佢名士地度，總當到搶菜多啲呢。來一看佢有到地度冇？喂，嘿 ，Hello， 宋太哥。Hello， 哇，明珠你好，你好，歡迎。宋迪雲太哥49歲，4歲嘅婦女，對農工畢業過後做水田，15年前轉到家鄉將拿起腳筆，希望本身人嘅一個摩托嘅安心出現。7年前轉做有機，用良心做種業，用愛心做皮。乾脆呀，鬼片呢，香悠悠嘅草巴。太哥，嘿，我nhà嘅菜瓜大都同香誒。謝謝你啦，哦。係呀。你菜瓜哈，因為有機栽培哈，完全都冇打農藥哈，也冇用化學品哈，所以講呢環境很自然、很天然哦，所以說上面都有。很多的小動物啊，真的那麼自然啊，老多你都冇整理，按都臭嘅，你亂講啊呢？因為人家臭哈，你的有機栽培用嘛哈，雜草共生啊，有一個天然的一個環境在。唔過也拜來啊，唔要看下嘅菜瓜，喺度前嘅龍角頭、桂樣都超貴啦。哦，有，等下我哋都唔過去摘哈。宋太哥講，有機種植都冇簡單。看那個去啲萬那嘢生娃娃嘅菜園度，長菜老草差唔多都認唔出來嘅。真正嘅過程地度，宋太哥遇到當多困難，唔過未因為種嘅當多種嘅菜，天天嚟行出自家嘅路。明珠，你看，抓住嘅龍角頭啊，超貴啊！哇，你阿幾哦？你看佢發汗漿冇？佢大把凍漿誒。用窮樣眼漿。唔過你一個就龍角頭哦。嘿，龍角頭。這是什麼樣品種？不一樣，是迷你 size 的嘛？你顏色，你開發開睇哈。真開始誒。差唔多2-3日的時間。2-3日，好像都給咧。我佢差唔多我5日咯，1禮拜咯，將嚟就嘟好食。一個禮拜天呢？所以講吼，中秋季吼，永遠要清心嘛，當日要順，當日要摘。迄唔拄好無摘到有嘛吼，會變青太條。太條唔好嘅嘛。條太條人弄就冇事啦。攞個纖維吼，纖維就有出來吼，人就較冇事。佢安尼食秋葵啊，龍角頭吼，我食個幼幼嘅嫩果。做得正冇？做得啦。也應該冇人上色的。冇人按吃就食啦，有人剁下嚟就拿來食啦。哇！你看一下，呢種形體啊，比人大百多個傳統地度食到嘅龍角頭，它其實比較壯、比較胖一點，對不對？好，呢個龍角頭嘅品種有冇？有千多種哈，有嘅有黑太，哈，有嘅有黑硬。唔過我講嘢食到我哋就好好食呢種嘅品種。所以講我就種呢種嘅啦。其實龍角頭嘅品種當多，有得長果，有得太橋。龍角頭地度有豐富嘅果膠、老豆同組成嘅粘性物質，對胃腸有幫助，還做得預防鼻結。莫怪叫人到搶食審美，就連菜園度嘅蟲兒咩當師傅，冇用農藥嘅結果，
就会做得到太自然嘅生活，向下分享土地嘅上书。太哥，看下头边嘅大量其實冇依度誒。嘿，人家嘿，冇唔錯，我中央唔係種真多，吼，還有咧當一筍咧。兩個。哦，兩邊還有一隻。兩個有一隻。嘿，兩邊還有一隻，從兩邊有下太一些些咧。太。哎。太哥剛才有問題，像安樣，一下安樣剪下來過後，啊，幾位安樣經產工上去冇？係哦係哦，誒唔多哦，都上上100萬個誒。哇！嗰時候找幾天時找幾修剪。錯，都有像你那個誒，按冇方便的時間吼，按淡薄剪得佢，佢哋要產生筍油嘛，吼，要重新生長過。嗰時候呀上面就做個剪態咧。錯。可是大哥，你看呀身後呀。按多按有亚洲捏工应该不是普通的捏工哦，因为他感觉很是红火蚁吗？对，红火蚁哈，因为咧吼，咧用骨头吼，咧佢有個米真多，捏工真好食，人家因為冇大藥嘅，所以講人家產量就冇咁多啦。了解，可是泰國我吃到講啊，因為我家行業來家下就吃到講。鬼神那種好像很癢一樣，就是這個在作怪。那你冇想過我老幾人用來處理呢？你下冇馬有法度呢？冇馬有法度。冇法有法度吼，佢哋都咧為外國來嘅東西吼，來到台灣冇個天敵，所以講一難控制啦。不說講中安用有機嘅東西，食材講咩以辛苦而當年來照顧啊。誒，像你為到書生哦，就大做大案哦，水蝕蝕啦咧。哦，你講水就錯嘅。唔講水，你蝕蝕啊，你蝕走啊。哦，蝕走。你腳走，你腳走嘅意思。哎，從頭聽到周田人講，從藝失傳嘅張希人嘅兩句話對宋太國嘅田康有得到嘅證明。雖然上到唔係當槍，不過實係青田人無害嘅抗片強菜。對楓葉講嘅梅開，宋太國無去插記。佢相信是愛生態平穩，老天公就會送書本佢充足嘅結果。按樣堅定嘅信念，支持定佢啲有機嘅路向繼續向前行。接下來就拿定宋太國嘅龍骨頭來啲前王太子學做料理了。我講係做龍骨頭料理嘅太子啊，攏係肉到呀到邊嘅，不過呀看來看去全部都搶喺人家，到底到哪呢？誒！真嘅有誒，也有像春堂，還有分陽公嶺。哦，看下落去，就像木卡用誒，冇超有營養嘅春堂，你哋條都看到。哇，王太子，你好，你好。哇，你家傳統有冇有按像木卡用誒？很有回到家嘅感覺。正經哦。對啊。我哋本上做迄家庭式嘅住家貴邊嘅傳統嘅呀。哦。對啊。黃鳳蘭太子學做料理，意思嘅係細嘅時節，肯定太人哋做下肚，一生一世做料理嘅經驗。結束嘅婚姻過後，啲面對人生嘅選擇，幾擺思考，決定拿起佢青沙皮嘅主意，重新出發，用記憶地度嘅面試，留喺大家前生命嘅習慣。哇，太子，呀嘅。龍骨頭啊，你見到以前湯好食啊？湯好加嘅口感都較好。湯過後加嘅色變哪樣？當嫩搶色的。要唔過湯咧有隻小秘訣哦，乜嘅？一啲啲嘅鹽落去。不用一些鹽。就像是令狗切後，而不用收一些鹽水。超，佢唔會氧化，佢會保持佢個綠色嘅葉綠素。OK，剛提出料理，我講嚟做乜嘅？佢邊呢我一嚿，人家就嚟做三杯秋葵。三杯秋葵，做乜有油條到咧咧？你啊做迄個秘訣，做乜呢？真的。因為啲秋葵，地不都有嗰種黏液啊。黏黏咧。細嘅佢冇得食。對。鮮度太熱嘅咩冇得食啦。要唔過唔搭配啲油條，韓國嗰邊魚漿落去，你做三杯，你就完全唔會食到嗰個黏黏，然後不喜歡那種口感的感覺。真嘅？人家倒嘅呢，就攏給離開啦。凍後攞件破開，做唔得切到大哦。做唔得咯，人哋人家包東西嘅吧吼，這樣唔會跌下去咯。像你哈，人家包以前哈，人家看人秋葵，
去创诶。你要先算长度。炒，等它会搭好，然后要油秋葵米头，莫以为油秋葵，以为无米头啊什么，然后弄夹个长度先去切出来。太极，你做事情真懂细心细腻耶。那边它生意的话吼，你等它人家得了东西食材，然后唔会浪费啊，因为大家都嘟嘟吼。对，而且它连压个秋葵的虫土啊，给大概就老一切都平虫安呢。弄点五种。天哪，但枪看压个五种不懂想放落去，你看人家秋葵放落去，很好吃。秋葵放落去然后呢，做个装盖菜。再老给酿起来安呢。弄给包起来。种要切甲条的哦。人家鱼浆，然后再切一滴那个红萝卜，嘿，个芹菜，芹菜，调一滴的米丝落去，调以后呢，然后做的酱料，所以你们都按你亲好用啊。哇，太极像按用的创意料理是你去甲研发出来的吗？我自家研发出来呀。哦。但我啊传统平常冇做安尼料理。凭什么？嘿，拢爱讲诶，唔妈现个哪一只咁个秋葵现个来做一道嘛个料理，本太大。现个老人考试就错诶。对啊。我爱接到人家等的，安排些接到人家等的，贴片麻烦安的。贴片去上看乜个东西吼，色颜色要同关系，太颜色要同关系。其实太极头头的人来讲，龙角头黏黏嘅口感，其实感唔系当好。不过当今挑战嘅佢，特别美颜设计嘅龙角头嘅菜单，你唔系特别美颜做嘅，是喺太极做出名上嘅特色之一咯。虽然大白研发新菜色，总系可以上到头脑较为别特，不过看到人客这个时间满足嘅用嘅，个辛苦没有价值的。太极刚牙给真的要进行到3杯的部分了，对不对？对。刚牙给3杯嘿，那3种食材嘞？一杯酒，一杯酒，一杯调油，一杯糖。OK，要你这样调好诶？要全部调好，1比1的比例全部调好诶。好。你要去先炝酱，你要去浸熟啊，冇先炝酱，我把它等它烧，如果全部尿尿就冇事。哦，是。你啊，放落去以后呢？葱诶，辣椒诶。葱诶，辣椒诶，然后人家切菜，不用去拌就好诶哦。切菜必须的。皮都切小。那已经都不了呀。有没有？看我都没有认真在学。哇，我好想吃哦！尤其是这个3杯，味道超级好的，大地呢都吃得到。秋葵都低度啊！走后一起。走后一起。哇！这个种空手啊，匕首的流量，攻手非常的利落，这样子，我觉得我站在太极的背后啊，好像需要小鸟依人一下，因为大姐个子啊，牛 C 长的做起来啊，比这种太祖厨啊还较厉害哟。太极好像变到啥都低度去哦。哎呦，加到很多3杯啊，加米西本贴片冇重要。哦。富辣辣配高嘅奶膜。本3比龍角頭高100找水，每本濃濃嘅香味衝出來的。接下來太子講，我用豬肉撈龍角頭，從那我移出料理，一塊一塊豬肉做得撈龍角頭，做出物嘅本人皮膚嘅好味先咯。青衣嘅我講係邊物嘅咧？你啊，露出牙个名诶，拢给很多众目睽睽，秋葵底部都还没青多木做，一点点的呀。所以啊，拢给很多众目睽睽。人家等呢，素蟹要准备来里脊肉，人家你切的按泡泡的。重点，这是你切的吗？对呀。也太厉害了吧！哎，因为看到牙给它的透光面啊，是几乎所有都是一样的厚薄哎，含个牙给卤出来的米头很香饮哎，很香。对，有蒜头的米头，有蒜头的米头，懂呢？人家包了秋葵落去，猪肉有纹路啊，人家肉冇包香盘，是一天肚肚好做好哎，诶，有就好哎，哦，一天肚肚好做好哦，你冇包香盘，你有没有发现太极都会做料理？噶哈，你们搞不清楚，给都会做料理，还是在做手工艺耶，是很精准的这样。而且我刚发现到太极给切的里脊肉啊，给它搭的差不多太细，还有转了一下方向，它是很，你就算都懂清楚哎。有一张秘诀哦，
你要肉底部度啊，一滴都不用，一滴滴的太白粉，你都薄到咪咪。啊，做嘛不用偏粒粉啊？因为安用是这样会黏上下，然后口感较软，唔会按实，但肉唔会按实吧？是，系咪？王太子做料理总系唔会紧张，素来做，心来想，色香味全部都有。外面包粉变落锅泡过后，看起来金金擦擦嘅样嘅，众目睽睽嘅菜名，真劲系无法讲哦。太子讲，龙骨头做得变化嘅方式当多种，唔但唱做得煎、煮、炒、泡，做冷盘未当好食，我就买下去来设计了。太子，我刚刚无老人讲到，都要逃避嘅食饭啊，当初人家做到木卡嘅传统使用嘅。人民了牺牲掌规划甲行个迄住家，唔要做生意的。因为办落来以后，待到吃到真无聊，有点真无聊啊。你还没听懂人讲，这个小巷底部都可以传它。对。所以人家就在想，来做小吃，吃款来做的没有？做鱼来发做鱼来发，反正一点也无所谓，自己管去了。太子嘅性格同鲜明安尼，毋过呢，今日也下做蛋糕也条菜色，还较相爱，我已经躲唔掉嘞，我好想吃哦！尤其是这个三杯味道超级好的，大姐刚刚都会煮干，还有特别说，而且大地呢都食得到，秋葵都伫度啊，而且偏爽快哦。你看到吗？大家都跟咬下依家那种众目睽睽，那些眼睛啊，就是给的眼那部分，它全部都喷出来了。对对。吃完之后啊，给鬼山嘛，然后要追孔迪度，它是那个整个像被一个黏膜这样包围住，滑滑软软的这样子。口感真好。而且啊，大姐真的很有创意，但就还讲给它口感的吧，弄不会懂蔬菜啊，底度嘅种的部分呢，还有一些 Q 弹。都懂哦，那种龙骨头啊，它是爽脆，所以它口感你看有3种变化。哎呀，给3笔给中料的米头呢，我真的要说赞不绝口，有吗？非常棒，而且你有感觉个米酥啊，也嘛个摕到个调味料，就1杯酒，1杯糖，1杯透油，1杯透油，就3杯这样子而已。你可以看这个。真的，安尼说就不觉得那个人民币黏黏糊糊，所以你一天冇食，太里面冇一天二十咯。要唔讲安尼结合以后，一天冇想到个底部都会用秋葵去做一道创意的料理，他就不会按排斥啊。换这个，换这个，你还可以看改个侧面啊，你这样子切法，我觉得就很像都给日本式的猪排店吃那种。有点像日式五花猪肉的那种，它也是这种切法，那样很有创意。那不应该给马该中料嘞？我哋各种底部都还有加一点的新鲜的柠檬汁，很够新鲜的番茄，打成汁，红麻豆汁，然后3种你结合起来，真的，好，你试试看啦。然后要给秋葵、龙骨头、龙眼都要的。肉类里面，我发现它会有一个很奇妙的口感，龙骨头基本上是很滑嫩的。那它把那个肉质啊，其实炸过它会比较硬一点。它把它变成是很滋润的。故说很吃肉皮，刚刚你会知道2个追孔度啊，它是整个是很滑顺。而且这个酱真的太好吃了。总唔会按单调讲，总会记得米头，咩唔会按糊。总它稀的味，沾这个。人家龙骨头发就感觉说它是很搭的。两次秋色缤纷青菜糕子沙拉，是用特种青菜糕子本身的色，落点番瓜、老虾公，搭配出好看的样诶。不过吓到人的是，太子老清蒸直接用到的蓝铺子调出的沙拉酱，不但将本人看起来当惊喜，还甲米丝融合到当清爽哦。海外食起来清爽无甜。太子海外同时有看到的这种料理脑泥，就是你好像那把每一个步骤有没有，你都算都很精确，所以吃到你的料理啊，会做讲好像吃到那种100分的用心这样子。我吃了了，人家的客家人，我本身迄客家人，客家人的个性有关系。
那边个细细的时节，我不卡全部会钢铁的呀。钢铁全部会做细。啊，迄阵钢筋多铁迄面要煮点心，要煮三餐。对。啊，我不卡细也要动动，所以我就迄留你不卡方做细，要兼煮正餐个点心的。是。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伫火锅店做小妹。那吃到收入做的事情，你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迄个你要快用汤，你就必须了解你所有的食材做法。所以我哋去请个师傅，夹个菜差唔多90%全部爱拢给讲我用白做，人民爱地。所以你对你这个做的事业，如果说有十足的把握的话，你就不是不你，不会不你刁难。对啊。那中台挺安有能力安好给你呢，因为好像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对。那你还会感受到快乐吗？当事情做好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啊。人们唔要单枪讲主持，很庆祝，庆祝啥非常，唔要讲你喺眼嘅投入，我啲入邊得到快樂個成就感。庆祝方面，像公益活動啊，你也有參加？有公益活動啊。譬如說，我目前呢，我帶了一個合唱團，將近是100個人的合唱團。你還有時間帶100個人的合唱團？對。然後我們推着將近80一個公益活動，一個愛心社，專門幫助急難救助的。那你們吃到安用渾身發出誒？很快樂啊，很快樂，非常的快樂。我冇食飯，冇水冇粥，但我非常快樂的做嘅。面對人生，做得有當多種過法。王太子總係用正向樂觀嘅態度來生活。柴米油鹽係佢腳下打拼嘅盤，料理係佢親口嘅，咪係親自地感受到無下嘅氣氛。然後就係佢嘅無下人，無下人接轉來食飯，係佢親歡喜嘅事情。今晡日啲西方嘅地圖嘅傳統，我食到歡喜。美啲太子嘅精彩人生經驗地圖，學到嘅寶貴嘅一節課。百嫩多水嘅龍角頭，沙洲的變化出按度用嘅料理，本來對龍角頭嘅印象還較豐富誒，我們還較中意啊種食材料。接下來嘅民族帶帶大家嚟品嘗一種結合菜體輕高級嘅龍泉米做出來嘅披薩哦，來啲。哇，應該絕對要到畢業了，而且老給布置都凍漿誒，而且歡迎回家，羅一坤啊！嗨，歡迎回家，歡迎回家，歡迎回家。不好意思，剛剛在忙，黃大哥你好，手濕濕的。歡迎回家是？對，歡迎你回家。你姓黃，我姓陳。真的哈。歡迎回家。歡迎回家。是同一家。只要是回來的，只要來的客人都是家人，是不是？對對。王元禮太公今年40歲，現在係在中國這個時期，事業足足做得越大勢。54年前離婚過後，13年開始嘅照顧3個小人嘅職業，因為每日嘅一句話，本期對做披薩嘅愛好人，自家好自家做，打破嘅傳統披薩嘅食材想法，點到創造出特別嘅風味哦。大哥，今日來請嘛，喺唐宮尼亞島邊有一個用菜體嘅龍泉米做出來嘅糍粑誒，對，而且又在嗰邊做披薩。對對，很多人沒吃過這個味道，對不對？那剛好沒有關係。等一下我要到我們的市場去採買，那會讓你看到我們道地的龍泉米如何做成麻糬。哇！然後再把它帶回來這邊，我們把它做成披薩。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哇，太高要島邊人生懂多哎！啊，這裡對你來說是很熟悉的嗎？因為從小在這個地方土生土長，在這邊長大，阿婆啊，他們都會帶我們來這邊買菜。那有些都是我們的街坊鄰居。那在這個地方，對，在這個地方，你看它的泡菜是用我們自己道地的客家，有沒有？客家的做法，你看到他們泡菜不加其他的防腐劑，對，酸菜。那邊有沒有？啊，小黃瓜，哎呀，這都好吃嘞！哎，這個都好吃，這樣起個滷味啊。都香哦，道地的味道，非常非常道地的味道。像阿姨在這邊啊賣啊，最少超過12年以上。真的。對，你可以問她。20多一年。你看20多，沒有，他講還是很年輕啊。太高剛你都要做嘅用龍
2000米做一个糍粑都在都那道理啊？因为它传承了40-50年，是，所以说它隐藏在这个美食啊，藏在这里，是要用雷达搜寻一下。对，要用雷达搜寻一下哈，那3个雷达才够。3个雷达，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阿婆，阿婆你好，你好，拍摄，哦，迄个黔州迄个糍粑喺倒哪啦？你要磨做啊，做好。叫咩磨做？你要做好的。你要给它做好哎。热的刚做，小心看。还好看哎。对呀，这个是刚做好的。你给阿妈给稳土哎。哎，他付钱了没有拿到？谢谢。啊，只有成张做的哦。对呀。了就会用那个2000米做的那个糍粑哦。对呀，2000米做出来它 Q 好吃。对呀，你看这样子，单枪拿到酥红卷哟，很 Q 这样，很软呢。对。你还照一下，你那么漂亮啊！不用广告，他生意就很好了。对呀，我们是来拜访他，没有。不用拜访，他生意有时候来不没有。不是啊，我想吃啊。你那断本来生意还有看啊？断本生意还有看。哎呀，生意生个嘞。我怕你要买车。人民还是。一间第4重风的地度嘅糍粑店，已经有1甲子嘅历史诶。时代传承下来嘅老做法，连附近嘅零沙都系记得嘅人客。接上下午10点就已经卖呛呛嘅，列下店嘅全部拉嘅心口来管理。不过阿婆落落嘅身体，还系靠自家亲身为人客服务，也咪系太过现在夜嘅店嘅原因咯。哇，你有这样做好哎！看到没有？有没有刚做好？你看好黏哦，看到没有？它是哇，你看，哇，你看，哇哦！哎，这大概比你的披萨。赶快！阿婆有了，这个我从你那边偷的。好了，放进去吃了，我外面有客人了。我帮你顾店呢。哎，阿婆走了。我来先吃一口看看，看那么黏，它整个已经。你看，你看，好厉害，对不对？对。3个好可爱哦。这是我的大娃淑萍。淑萍，来自我介绍，你是大家都叫你，大家叫我那个披萨姐。披萨姐。对啊，披萨姐。你看好厉害，对不对？对。超级 Q 弹的，你看，对，你看有没有哈？这就是用我们的道地的龙泉米制作的哦。对，所以说它特别有它的 Q 度跟它的鲜度在。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在喜事的时候吃到，吃它就特别感觉。我们的庙会啊，然后喜庆宴会啊，有没有都会在那边？哇，你看有没有拉丝？对。那你们是用按钮？不用披萨底度，因为一般披萨天师不是用 cheese 吗？对啊，一般都是用 cheese。那我会想要用这个我们的道地的客家麻糬的原因，是因为怀念古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古早味啊。哎呀，用筷子啦！阿婆看不下去了。小口，那么大口。阿婆讲第3点2就开始做了。对。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阿婆就起来没有那么早，你做那么多。所以因为坚持手工。阿婆，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拍戏师刚他一定要生麻糬啊？他今年做生意，套成橋無糍粑無辦人哦。對。阮佢講澎湃嘛，佢講無澎湃。因為少了一樣。做乜㗎？佢講無糍粑無辦人。對。他有糍粑有扮演，這樣很多澎湃。嘿，那做一樣嘢。當然，咱擺迄做戲師間，你要拿來斷糍粑哎。哎，那這樣有澎湃。嘿啦，那麼你要結婚㗎，你聽糍粑還得讓斷糍粑。真甜哦。真甜啦。好，冇問題。阿婆係一個懂設計嘅客家新口，熱情嘅招待人就像自家嘅無下人同樣，用2000米做嘅糍粑，黏黏 QQ， 軟軟軟軟，食得出手工嘅力頭，客家食得出客家嘅古早味哦。呢種口感咪顯示出皇太國嘅披薩，讓人們共用嘅素材。你看明珠，我帶你去，因為我們的披薩裡面也有融入水果，而且是當季的
限量的水果。真的？对对，那我们等一下在这边我们就挑个芒果吧。爱文芒果。对对对。哇哦！要把这个当季节的水果融入在我们的披萨里面。对对对，而且是用整颗新鲜的水果直接下去做果酱，不加一滴水。哇哦！对，这样不会湿湿的吗？会啊，它就是要那个汤汁会跟面包融入在一块。真的？原汁原味。你越讲越让人期待哎。是。海狗，跟你头摆做水果皮下来，你来教我一下怎么挑好吗？好啊好啊，你看哦，我们这个是不是都很漂亮？对啊。这个都是属于树上黄的水果，那它会有一个果粉，你注意看。有一层白白的，嘿嘿，这是果粉，这是它很新鲜。是。对对，然后你可以再摸摸看，它的皮有没有？有一点粉粉。对对，有一点粉粉的。对。那像我们要做这个水果披萨的部分，我们当然是挑比较稍微硬一点的，大概是7分熟。对，因为它进到烤箱烤的时候会刚刚好。是。对对对对。王太哥头摆做果子太卖，卖过嘅果子种类算唔齐呢。但想看王太哥拖果子，就第一期係女行業，也要聽聽王太哥學到嘅好經驗。材料準備好勢，準備做披薩了。太哥講，披薩乜嘢都有，不過按用嘅有自家嘅特色，就係清關鍵嘅。食材創新，連餅皮都係老朋友冇共用哦。哇，太哥，當然你要麻糬啊，然後給你水果全部埋這了。對。啊，怎麼旁邊都是3位小助手嗎？這就是我們的3個娃。3個娃？對對。你的娃嗎？對呀對呀對呀。哦，3個好可愛哦。這是我的大娃淑萍。淑萍，來自我介紹，你是姐姐。我是姐姐，對。所以大家都叫你。大家都叫我那個披薩姐。披薩姐。對啊，披薩姐你好。你不要小看她哦，她很多人家人們回來這邊做 DIY 啊，都是由她來教。都是披薩姐。對。那這是披薩哥嗎？對，沒錯。你是他是天賜，那這個最小的小娃，他叫天父哦，對，他會幫忙整理環境啊。天賜跟天父這樣子。對對，爸爸先教姐姐做麻糬披薩的部分，那等下水果的就交給你嘍。是，好不好 ？OK，你們3個先出去玩吧。我先把第一個學好，這樣。好。等下爸爸摳你們的時候再進來。好 ，OK。拜拜。完全。好，大哥，要給剛剛買出來，要給起巴，你有沒有瞬間變那麼硬？沒有，這是。你看，我們剛才啊，早上去市場買來的，那我們一定要前一天買進來，要趕快急速冷藏，要保鮮。你有沒有發現？那如果軟軟的會怎麼樣？會粘刀子，很難切。好，那要怎麼切呢？要怎麼切哈？要怎麼切之前，我們要先披薩的餅皮有沒有？然後現在先要上基底，也就是醬汁。哇，要給餅皮啊！是。像一個卡泡味，一個卡泡呢，好像飛盤哦。真的哈，很像哈。懂這個餅皮在外面，你一般可能會吃不到。所以開始嘅這個比例，人家就先研究出來。對，先研究好了之後，那我們再慢慢一步一腳印的把它給做出來。那你有沒有發現，你對着燈光，你看，對着燈光，有沒有發現？哇，一個洞一個洞，對不對？而且很像那個夜燈。我們的餅皮比一般的來得厚。對。為什麼？如果說沒有這個氣孔的話，它就不會熟。那後來也因為是大娃的關係，大娃就是對，他給我了一些靈感。那後來我就拿回紋針搓，哎，它就有氣孔。披薩姐果然是一個有天分的披薩姐。對。夏威夷種係泰國親身用香菇頭撈古早味嘅頭油混出來嘅天然醬料。堅持唔加一絲嘅油撈人工嘅味素，呢度嘅就係無嚇人嘅空間。故手食起來就係冇共用。沙丁野豆嘅糍粑嘅好朋友白頭粉，個撈餅乾嘅糍粑切到泡泡嘅一堆一堆，生下來就做得金行嚇你鋪了。哇哦，餅乾嘅糍粑殺做得切到安尼哦。對，因為這樣比較好吃。對，你試試看那味道。有沒有涼涼的？有沒有？很涼。對。不過我覺得用龍泉米做的這種糍粑，真的米香很重。對，米香。那你現在我們切好的這一片一片的這個麻糬，你可以把它按步驟從外，有沒有哈？一片一片順時鐘一直擺上來。這樣子擺落去，成本也太高了吧？對啊，就像早上的幫我做這個麻糬的阿婆講的一樣，我們就是要實在，要做有信用。唔夠啊，給 cheese 咧，披薩裡面一定要有 cheese 才有。對，一定要有 cheese， 對不對？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把 cheese 給蓋上去，保護我們的什麼？皮膚。龍泉米的麻糬。哦，保護對，這樣子烤起來的時候才會怎麼樣？
原汁原味都保留在里面。泰國食材嘅形體當然未反映喺披薩蛋糕，但像係盤盤嘅一層糍粑，就比餅皮還較實貼嘅。撒下來泰皇嘅鋪上 cheese。泰國講東西做唔得講顏色，本人下食到滿足，就係其清泰嘅成就。糍粑披薩是唔單搶一種哦，做得老古馬嘅還要盤餅皮搭片，要變出嚟新嘅口味。下等去問薯片上草料。師傅，那你這個要怎麼切大小呢？就是把它切小塊小塊，大概1公分嗎？對，那個手要這樣拱起來 ，OK，才不會切到。我被妹妹叫我刀工，所以這個水果披薩，爸爸教你一次你就會了？沒有，這是我教他的。真的？對啊，是你教他的？嗯，對。那你怎麼想到的啊？因為我一般去冰店很愛吃那個芒果冰，哼，對，然後就想到，哎，用水果，用這個芒果來下去做披薩。哇，對對對，所以我就用這個煉乳來當披薩的那個基底。真的？對對，每一個都已經是處於爆漿狀態，每一個都爆漿了。而且你現在看到這個都是當季的新鮮水果，會吃到原汁原味。反酸饼 Q 庸哎，对啊，可是下面是饼皮，这样子 OK 吗？这样可以啊，真的。对啊，不会说那样湿甜甜的，不会，好吃是不是？很好吃。好，我不敢挑战披萨姐，所以大家看你来，那不然你一边来铺基底，我一边帮你再把水果切一下。可是披萨姐，你平常要读书，又要来这里帮忙，很忙吧？不会啊，都习惯了。下课之后就直接来这边打工了。就是来这边帮忙，没有打工。那你平常在这里都负责什么工作嘞？就是负责外场啊，外场的话就接订单，然后接电话。真的？对啊，毕竟还是要工作，不会觉得说哦，有时候会觉得很烦。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玩啊，然后我在家里面帮忙，然后我这样接触社会的几率就会比较多。你喜欢那么早就接触社会哦？对啊，为什么？不然这样太晚，就是早一点先那个。可是你觉得是爸爸影响你的吗？对啊。还是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什么？爸爸对你的影响？爸爸对我的影响？对啊，你看爸爸这样做很不舍得，是不是？其实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会在那个就是电话里面的客人。因为我还没有很熟练，然后他们就会在电话里面骂我，那我那时候就很想哭。所以你其实也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小朋友，对不对？对，算是对。人家这样讲你，就会想说我要把它表現好來，這樣。對，對啊，就是一直跟正。平常時阿爸都無限，做人睇冇嘢嘅薯片，就會負責接天花。對國小3年生開始。佢都會聽聽阿爸鄉下做披薩，幫阿爸遇到做披薩嘅靈感，兩下嘗到又高又醬嘅薯片，比起平台嘅聲音呢，還較袂上，是上個較夾地位睇，比阿爸開地位基因。哇，種酸經常都輕米一鋪可以進到窯裡面去，對不對？看滿滿的餡料。這個窯啊，這個通常都是定制的，這該不會是你自己做的吧？就是自己做的。真勁哦！對，所以說有點熟，有，但是又有一點那個鼓鼓的感覺，就是有那種手做的溫度啊。對對。剛剛用 Loki 配法配幾久哎？這邊會6分鐘。6分鐘。對對。就好了。沒有，6分鐘只是讓它燻個柴香的味道。那為了要讓每個人吃得更健康，因為我們不加油了嘛，已經很健康了。對。那因為燒烤的東西本來就是會比較燥熱，我們就買了一台烤箱。所以烤箱的部分大概要25分鐘，所以說一般可能是6、7分鐘，甚至10分鐘就烤好一個披薩。那因為我們的餅皮2種餅皮都比較厚，所以說會比人家多3倍的時間。好，就是這樣，所以要先電話預約。要電話預約。是。泰國講用柴來配嘅披薩較會燥熱，故時就會想出按用2片都高味道嘅方式。6分鐘過後。蛋糕嘅 cheese 已經開始有啲咧拆嘅，
通过冰心和忙熟透，个温度天配上，配30分钟就做得拿出来了。因为糍粑配到软嫩，大棒两时间，随就留披萨切底，各自披萨蛋糕还会落含卡多嘅饭酸捞水嫩，撒过来就做得松松了。吃夫妇要不要一起来吃？不要。啊，没关系，先让他们玩。现在不饿。对，田里的野小孩，先玩一玩他就会肚子饿了。看你们在这里生活很开心呢。对啊，天天就忙，然后就可以这边，而且客人带小朋友来一起在这边。对，就会在这边一起玩，真的，然后大家就玩在一块。因为这边是田园。对啊，大家都把这当成家了，每个人都到此一游这样子。好，那我就先来感受一下这边木卡跟米头啊呢。那是一定要的。那我们就开动啦！开动哦！先吃这个用客家麻糬做的，好不好？来，好像会很烫哎。对呀，这刚烤出窑的哦，小心哦。天哪！哦，这拉起来，这个怎么砍细砍成这样？而且中间这一层应该是麻糬，对不对？对。上面一层 cheese。哦，好烫哦！试试看，小心烫哦。懂谁味？超黏的，看细，看你已经圈超级长的这样子。对，这就是我们早上在市场买回来的，用龙泉米做的，对。哦，小心烫哦！吃麻糬披萨要记得细嚼慢咽，它是比较软的东西，所以要慢慢吃，才不要去噎到了。超级好吃哎！真的吗？改个松贝亚整黑 cheese 啊，是 cheese 的管它那个你经过窑烤，又在那烤箱烤之后，它上面一层酥酥脆脆，像薄饼一样，对，像脆饼，酥酥脆脆的。然后呢，底度要给糍粑呀，也吃都可以感觉啊。除了那很浓的米香之外，烤过的之后那个窑烤的香气，而且粘性变更黏。那你刚刚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要顺时钟摆？有没有？它会留一些空间嘛。对，然后呢，窑烤的气味就会灌进去了，然后让里面的麻糬再一次的焖熟。对，焖熟的过程中，所以说为什么要用气势来保护它？所以说原汁原味会包覆在里面。对。而且你的这个薄片的饼皮啊，是它的很有口感，是咬起来就是有点韧的，是，这是还有它的口感跟韧性在这里。而且你这样子吃会有饱足感。一个披萨，我们平均像一个麻糬披萨的话，大概3个人来吃。3个人吃完就饱了，这样。对。淑萍，那你有吃过这麻糬披萨吗？有啊，有吃过。你喜欢吗？很喜欢吃。那我问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呢，姐姐大你那么多，对不对？你有吃过传统的哈嘎给糍粑吗？之前是有吃过，就是爸爸有买回来给我们。就是那个温给反挑粉的，对不对？对。那你觉得跟这比起来呢？吃麻糬。我觉得是吃麻糬披萨比较好吃，真的。对，因为它下面有一层饼皮，脆脆的。对，而且又比较会有饱足感。对。然后cheese又让它咸甜，对不对？对，这样比较好吃。真的。好，那接下来要品尝淑萍教我做这个水果披萨，芒果口味的哦，而且还是季节限定。而且你青杯米含到要给反酸啊，勾再加到上面呢。对。淑萍来，你帮姐姐挑一个。好。怎么办？现在因为每一个都已经是处于爆浆状态，每一个都爆浆了。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都是当季的新鲜水果，这个也看稀哦。对，天哪！帮姐姐，谢谢。好饱满，吃要很秀气哦。这不能秀气，这秀气就太做作。大口咬下去会爆浆，而且你会吃到原汁原味，满足。真叮咚蛮久，而且弄在这种地就全部都会反酸，还有炼乳的香味。对，好大哦！因为它配上那个厚的饼皮啊，它那个真的很像那种小时候的大饼。对，所以有安妮也是一样有韧性，而且很做这种你研发这个芒果口味真的很当季，很对我胃口哎。而且在夏天吃的时候，它很清爽哦，很清爽。所以你看，山东大饼的口感。加上现代的水果，然后所做出来的这个水果披萨，季节限定，亚给反酸还是最新鲜的，都是我们在早上现挑的。对，爱文芒果的特色就会特别的雄啊。对。咱我一个盆饼皮嘅乌金沙糍粑披萨，特皮乌麻嘅老糍粑，黏黏嘅料，真嘅係当丰富哦。演员就做得皮嘅到乌麻嘅香味。
踏片岩灣下去，唔但只係面香甜甜，還有濃濃嘅風韻老甜味。做乜嘅會拓開披薩店來做那麼一段人生嘅開始呢？剛泰哥還有蘇平，請問你們剛開始都會從業㗎，哈，做乜會想講為了以披薩為主題來創業呢？其實當時是甜甜圈跟披薩，讓蘇平來選。那當時他才3年級下學期，那我想說，媽媽已經不在身邊了，然後這個爸爸總不能也不在他身邊，所以毅然決然的換了工作。那他當時也對我講了，我也問他為什麼你愛吃披薩，他只跟我講一句話，也可以當晚餐。其實當下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讓這個爸爸讓我心裡有點愧疚，表示他們的3餐可能比較不正常。那後來才想說，好吧，那爸爸就來學習看看如何做披薩，什麼都不會，從窯也不會搭，從披薩餅皮也不會做，慢慢一直不斷的練習，對自己有信心，就唔驚做唔到。泰哥，你跟楊生除了創業懂辛苦以外，其實你老家嘅啟發呀，融入到披薩底度，其實還有一些你小時候的記憶，對不對？對，小時候吃過的記憶，那會讓我想起我的爺爺奶奶、阿公阿婆。對，阿公阿婆應該冇吃披薩。沒有吃披薩，就像我們的這個厚餅皮，是爺爺有一次我下了課，他下班之後回來給我的那一塊山東大餅的味道，讓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滋味。那一直想要把它再呈現出來，給我們的孩子，給每個家人分享。結果受到很大的回應，對，很熱烈的回應。這個是我小時候吃的味道，爸爸你怎麼把它做出來了？對，讓我們很感動。那我說這個就是家的味道吧。所以從此以後，這邊沒有歡迎光臨，只有歡迎回家。對。那像淑萍，你那時候爸爸帶着你這樣一起做的時候，那時候也很辛苦，對不對？對啊。不過我知道還有一個事情，就是雖然辛苦，你也得還有做一些關於社會回饋跟公益的事情哦。就是因為有些爸媽他要上班，那因為剛好到了暑假那些家裡沒有爸媽的小朋友，他們就會肚子餓。因為我那時候我聽爸爸講，因為他跟別的客人講，就是那些沒有爸媽的小朋友會到那個便利超商去拿個麵包，然後沒有付錢。對，然後剛好老爸看到了。對啊，然後他就覺得，那不然趁這個暑假的時候幫助那些小朋友，對他們這樣就不會肚子餓。他們不是故意的，他們只是肚子餓，他們不是故意去多拿一塊麵包，不是這樣子的，每個都是人生父母養，哪個希望自己的孩子餓肚子？我們也曾經經歷過那一段，一天只賣1個披薩，但是女兒卻鼓勵我。沒事，爸爸，我們再把事情做好來。加油！對，再加油，所以我們可以到今天能夠有一口飯吃。那我覺得那些孩子更需要有人去關心。你知道那些孩子拿到那個披薩之後很開心，他會很開心，有人在乎他們。但是這個不是他親生的人，但是我要讓他知道說，你有一天長大之後，你有能力，你也可以為社會做這些事。你不用記住娃爸，但是你要永遠記住這個味道。歸路的行來。馮泰哥堅持餅到底嘅毅力，全心落身來做披薩。喺呢件細細嘅無愧地度，展開嘅新嘅人生。一部卡人無個溜溜飄飄，相互扶持，變做生命度青少年嘅意思。馮泰哥喺佢情感谷嘅世界，經過嘅人生嘅變化，人情嘅冷暖，數年嘅幫助，感激地心關度。冇辦法報答嘅，就用料理來圓滿生命嘅美事，本活下圓人嘅圓美，釋浪人嘅心關度。禮拜日來都會聊談，也感受到嘅啲人生確實之家下高一擺起起來嘅堅毅，更加堅持做對嘅事情嘅勇氣，每本王太高啦王太子喺料理當中得到嘅成就感。每場嘅羊橋嘅披薩，每種樣有價嘅軟性，宋太哥種出來嘅龍角頭，竟散發出生命力。每本食嘅人，還可珍惜眼前嘅幸福，還有溫度。我記得咯，
料理就是一种情感的燃烧。下周后面是，你下礼拜再见，拜拜。